今日又嚟到我哋中山三鄉華發觀山水呢個別墅區啊！因為我哋落緊雨咧，啱啱帶完客，有時間，所以我哋依家過嚟拍一套單位俾到大家參考。第一咧，佢係單邊位嚟嘅，地上咧2層，下邊有負1層嘅，可以做到3、4間房冇問題。大裝修全新，係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最重點就係總價百零萬就 OK 啦，首期大概係21、2萬就 OK 啦。呢套單位最大嘅好處就係半山別墅嚟嘅，呢啲位置係可以泊車嘅，仲係單邊位，出邊咧全部都係5季3物嚟嘅。最重點就係呢套單位佢有地下車庫嘅，觀山水90%嘅單位咧都係冇地下車庫嘅，但係我哋今日帶俾大家呢套單位咧，總價百零萬，仲係帶地下車庫，全新裝修，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咁呢套單位大家可以睇我哋左手邊嘅位置啦，3面採光嘅，裝修都特別靚仔。如果你有想喺華發觀山水呢邊揾一個度假別墅平平地嘅，可以了解下呢套單位咯。自己個花園種花啊、養魚啊，係非常之乾淨，好打理嘅。就好似依家咁啊，好簡單，清理一下就 OK 啦。呢啲位置種花種菜，呢度係採光井嚟嘅，唔想咁核突嘅話，到時可以自己裝翻一個透光玻璃都 OK 嘅。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呢套單位裝修先。我哋依家就喺呢套別墅一個餐客廳嘅位置啊。呢套單位呢，我個人感覺啊，比較適合一個度假 feel。如果想揾一個平平地嘅總價，又可以享受一個比較安靜、鳥語花香、5季3物、天然氧吧嘅別墅咧，可以了解下呢一套。咁呢套單位相對嚟講，我望咗下裝修真係好新淨，好似啱啱完工嘅感覺啊！應該就住咗1、2次。我哋依家睇到呢啲嘢咧，全部未有用過嘅，啲油煙機全部好新淨嘅，冰箱都冇喐過嘅。如果有想揾呢個平平地裝修又特別新嘅別墅咧，可以了解下呢一間。呢度位置係做咗一個大嘅開放式嘅廚房，到時可以喺呢度食飯，作為中島台備菜飲紅酒。呢邊洗切炒全部安排好晒嘅，好新淨。大家可以感受下啲裝修啦，特別靚仔嘅。如果你有想揾一個平平地嘅總價嘅別墅仔玩下嘅，可以了解下。呢間別墅仔就做咗一間大嘅主人房。下邊咧係可以做2間房到嘅，咁呢套單位就係房間比較少，如果係1、2個人翻嚟度假嘅比較適合。咁喺我哋客廳望出去咧係一個前花園嘅位置啦。如果中意種花養魚嘅咧，或者養寵物嘅呢個花園仔，咁出邊咧就係我哋馬路啦。喺觀山水呢邊嘅別墅啊，大部分係唔靠路同埋冇地下車庫嘅，但係呢一間咧就可以俾得到你有。靠路邊步行翻嚟比較方便，唔使話行樓梯或者行山坡。相對嚟講，係觀山水裏面少有大裝修又比較靠路有地下車庫嘅別墅仔嚟嘅。咁呢套單位大家可以感受下啲裝修特別靚仔。你冇睇呢個門喎，其實咧係一個隱藏式嘅沖涼房嚟嘅，上廁所啊，做下其他嘢啊，各方面咧喺呢度係 OK 嘅，隱藏式嘅。相對嚟講呢種咧比較有隱私性咧。成間屋會更加明亮。咁呢個位置係做咗中空位嘅。咁呢個位置咧係發展商當時個中空位嚟嘅。如果人口屋企真係有啲多嘅，到時呢度搭翻樓板，改翻一間房用都 OK 嘅。但係我更加傾向依家呢個裝修啊，好舒服嘅。我哋睇呢套單位屬於單邊，所以右手邊望出去咧係有一個側邊花園嘅。咁呢套單位1樓大概嘅情況係咁啦。如果大家對呢種有興趣嘅，可以安排睇下。因為上面啲嘢全部做好晒㗎啦，有風扇燈啊、空調啊、燈飾全部做好晒嘅，好有度假 feel 嘅。咁呢套單位從呢度落去咧就係負1層嚟嘅，上去咧就係主人房。我哋先睇主人房俾到大家參考。當大家睇到呢啲咁嘅樓梯嘅時候咧，係咪有一種去咗某啲國內其他城市度假嘅時候一啲民宿或者旅遊景點嗰種風格，係非常之接近嘅。咁上到嚟咧，只要係做咗一間主人房嘅，我哋可以稍微睇下裡面嘅裝修。呢度咧就係啱先睇嘅中空位嚟嘅。呢度咧有個雜物間，細細地嘅。呢間房咧可以放下雜物。如果屋企人口或者嚟朋友嘅時候咧，放個米2床作為休息都 OK 嘅。咁啊呢邊到時放翻一啲衣櫃啊，都完全 OK。即係如果人口少嘅情況下咧，就唔使理佢嘅。咁我哋睇下裡面一個主人房啦，大套間。哇，好舒服啊！呢度咧，依家係放咗一個大浴缸啦。中意浸浴嘅朋友啊，非常之適合。呢套單位1、2個人住咧，非常之合理，非常之好用嘅大浴缸。
雙層隔音玻璃嚟嘅，非常好。因為有啲單位咧全部係單層嘅，呢啲全部做得好精緻，空調啊各方面有齊晒啦。大家可以睇下我右手邊呢個位置，哇！兩公婆一齊喺度洗面啊、刷牙啊、化妝啊，真係好正啊！一大片鏡櫃，下邊嗰啲咧又有啲收納嘅，非常之合理。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撳入去就 OK 啦。裡面係有沖涼房嘅。相對嚟講，呢個沖涼房咧就做得啱啱好咯，唔會有好多浪費，亦唔會做得好特別。呢度有採光，打開咧透氣，呢度係做埋咗智能馬桶噶啦，所以呢套單位非常之適合度假。過嚟睇下呢個主人房瞓覺休息區，哇！你咪話放1.8米床啦，放2.0米幾床足夠啊，好闊落嘅。如果中意一啲衣櫃嘅，咁咪到時喺牆邊打滿晒啲衣櫃。因為依家呢套單位咧，業主應該係偶爾翻嚟度假一個裝修風格，所以咧依家衣櫃都未有做㗎。咁呢個位置咧，我喺度諗咗下，應該係坐低喺度飲杯嘢然後睇住出邊嘅一啲園景咁樣嘅。喺呢個窗戶望出去嘅景色，大家可以睇下，真係好舒服嘅。一整片嘅落地玻璃，睇住下邊啲園景咧，好靚仔。右手邊咧係一個單邊嚟嘅，冇其他別墅。如果你都有追求呢種平平地總價嘅別墅咧，可以了解下呢一間。咁主人房大概嘅情況係咁啦。咁呢個位置係屏風嚟嘅，需要嘅話可以拆咗佢都 OK 嘅。上邊有齊晒㗎啦，風扇燈啊、筒燈啊、天花吊頂、空調啊有齊晒，全部都係風管機形式嘅，非常之整潔。咁呢套別墅仔咧，2樓咧就做咗一個透間嚟嘅。咁如果追求多房嘅話，就係我啱先講呢個位置，自己搭多一間房出嚟，或者裡面咧又有個雜物間，可以作為衣帽間用都 OK， 成層主人房用又 OK。人口多嘅就搭多一間。咁呢個2樓大概嘅情況係咁啦。我哋而家落去睇下呢個別墅負一層嘅感覺。咁呢套單位屬於我哋中山華發觀山水呢個別墅區山頂別墅，係唯一可以通到車庫嘅別墅。如果你有想揾一個泊車方便，又懶得裝修嘅100零萬嘅使費嘅，咁可以了解下呢套單位。我哋落去睇下。咁華發觀山水，相信有關注開我哋個頻道咧，之前都有介紹過我哋一啲商業啊，同埋一個直通巴噶啦。因為華發觀山水咧，依家係比較多廣州人士嘅，咁佢小區門口咧定時定候會有一個直通巴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啦。同時咧，呢個小區門口啊，有自己小部分一個商業街，買餸食飯，華人萬家係 OK 嘅。負一層相對嚟講，比起其他別墅咧，佢冇豪華嘅感覺，全部都係度假 feel 啊！個樓底咧比較高嘅，有需要嘅話可以做多半層，一個閣樓仔都 OK 嘅。咁呢啲位置到時可以做翻睇下電視啊、唱下歌係 OK 嘅，空調啊全部有齊晒㗎啦。咁負一層咧，主要係做咗2個位置可以做房間用嘅。咁左手邊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咁日常沖涼啊、做下其他嘢係 OK 嘅。有埋一個廁所，各方面有齊晒㗎啦，鏡櫃啊、沖涼啊都有。咁呢套單位唯一咧，可能當時做呢個廁所嘅時候咧，呢度位置有少少滲水，咁到時咧重新批翻灰就基本上 OK 㗎啦。到時呢啲位置啊有需要嘅可以打衣櫃，或者喺呢度位置放一啲裝飾品，擺喺度都幾靚仔嘅，樓底又夠闊。呢度係其中一間房嚟嘅，如果有小朋友瞓啊，或者偶爾翻嚟唔夠住嘅情況下咧，呢個位置擺翻一個1.5米床，裡面仲有個凹位可以鬥頂嘅衣櫃，足夠嘅。左手邊呢個係採光井嚟嘅，直接上到負一層嘅，樓底又夠高。咁我哋依家睇呢個房咧，左手邊呢埲牆喺度打咗佢都 OK 嘅。如果追求大空間嘅話，左手邊呢個牆全部打通晒都 OK。過嚟之後咧，我哋睇下呢個房啦，會大少少，可以放個2米床、1.8米床都 OK， 好闊落嘅。咁到時我哋可以咁樣擺床就 OK 㗎啦。長度咧就應該係4米幾嘅，呢個寬度咧應該係4.7米到啦。啱先我已經測量過㗎啦。樓底又夠高，上面有埋空調㗎啦，採光喺呢度。相對嚟講，呢間房係可以拆得嘅，非常之靈活。睇翻興趣，俾大家一個驚喜。華發觀山水90%個單位咧係冇車庫嘅，呢邊咧就可以俾你方便泊車啦。到時咧停2、3部車咧足夠嘅，好闊落嘅，好多車位俾到大家。如果你有想喺觀山水揾一個大車位嘅別墅咧，可以了解下呢套啊，100零萬得㗎啦。首期應該係21、2萬就 OK 啦。呢套單位可以用到面積咧2000零尺，目前係做咗一間大房，地下室2間房。咁左手邊入去咧，仲有一個天井位嚟嘅。
如果中意養寵物貓貓狗狗嘅，或者放嘢其他嘅，呢度可以作為雜物間。咁呢套單位大概嘅情況就係咁啦。如果邊啲位置我冇講到，各位又有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可以留言。咁呢套單位我哋基本上睇完啦，可以用到面積咧就2000零尺，有個花園仔，屬於一個單邊位，停車比較方便，翻嚟度假係比較 OK 嘅，裝修超級新淨。咁呢套單位打掃下衞生，買一下自己中意嘅生活用品，基本上可以入住。目前咧就做咗一個大套間，下邊咧有2間房，咁後期咧人口多少咧睇翻興趣。呢一套係唯一依家觀山水喺度賣緊大裝修裏面係有地下車庫嘅一個單位。如果想揾一間方便啲嘅軍手正腳拎包入住嘅，可以了解下呢間。100萬就買一個半山別墅，環境非常之舒服啊！咁我哋喺中山、珠海、江門咧都有各種類型嘅別墅啦，或者大平層啊、低首期個項目俾到大家參考。有興趣嘅可以留言俾我。我哋每日堅持拍片啊，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嘅。方便咧俾翻個like，關注下我哋啦。感謝大家嘅收睇。